来今仔日520，前总统蔡英文正式交棒予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。蔡前总统伫面册写讲，感谢大家甲伊做伙为台湾创造真济第一届。若要留一句话予台湾，伊会讲希望台湾是团结的台湾。早起，就伫蔡英文准备要离开总统府的时阵，特别甲赖清德甲萧美琴讲：恁两个加油！煞来甲第一夫人吴美如讲：打来你会较辛苦。要送这蔡英文离开总统府的时阵，萧美琴是真唔甘用手出目屎。更留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台湾。副总统萧美琴用手起目屎，看出伊表情真唔甘，因为520若是新任正副总统就职的日子，嘛是前总统蔡英文交接的时刻。谢谢总统。蔡英文特别向总统府外民众的手烧时，新任总统赖清德嘛甲萧美琴同齐送蔡英文离开总统府，府内员工嘛特别列队相送，有人阁特别摕感谢和祝贺飘起。蔡英文嘛来关心第一夫人吴美如。你会比较辛苦哦。习惯了，加油加油，你要加油。昨日 IG 蔡英文特别传一个影片，主题是上尾一摆坐空军1号，佮写多谢这8年以来和伊同齐拼死替台湾打拼的所有同事。同一天，蔡英文嘛透过面册来甲台湾人告别，讲是上尾一天伫咧总统府上班。多谢台湾人民伫咧8年前给机会，将对台湾的改变和期待寄托予伊。多谢大家和伊同齐替台湾创造真济奇迹。卡说要留下一句话给台湾，也讲伊希望台湾是团结的台湾。有去买电器了吗？离开总统府，当然到敦化南道大所在，蔡英文嘛赶两脚鸟的人啊，替鸟搬厝。新婚总华嘛宣告蔡英文时代正式落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